歡迎蒞臨仁安醫院。首先，多謝你選擇仁安醫院嘅產科服務。以下嘅短片內容會講解本地及海外孕婦繳交按金、預留產科床位嘅手續，以及按金退還嘅細則。按金係用嚟確定閣下經主診醫生預約仁安醫院嘅產科床位。仁安醫院嘅產科床位分為標準房、半私家房、半私家單人房以及私家房。預留產科床位嘅按金為港幣1萬元正。假如入院當日確認閣下將會入住私家房嘅話，當日將會額外收取1萬蚊按金。歡迎閣下使用現金、信用卡、EPS、支付寶或微信繳付費用。繳交按金後，就代表醫院確認閣下可以喺分娩時享用本院嘅產科服務啦。我哋會盡量按客人嘅選擇安排房間，但最終嘅安排要按入院時本院嘅產科床位供應情況而定。如果到時閣下選擇嘅房間類別已經滿咗，本院將會安排閣下入住其他類別嘅房間，並按所入住嘅房間類別收取相關嘅產科優惠計劃費用。請留意，如果喺預產期後1個月仲未使用本院嘅分娩服務，全數嘅按金將不獲退還。同主診醫生確認會使用仁安嘅產科服務後，繳交按金嘅手續非常簡單。你可以選擇喺進行產檢嘅仁安醫院分科診所直接繳交，又或者親臨本院嘅入院部辦理。繳款後，閣下將會收到一張按金單正本，請你好好保存，並喺仁安醫院入院時必須出示。我哋建議客人可以放入俗稱走佬袋嘅入院物資裡面，咁就一定唔會唔記得啦。為咗確保孕婦同嬰兒嘅安全，喺生產之前必須接受唔少過3次由香港註冊婦產專科醫生所進行嘅產前檢查，而每次最少相隔1星期。以上所講嘅檢查係唔包括急症服務以及入院當日嘅檢查。如果不足3次產前檢查，醫院係會收取港幣1萬元嘅附加費。如果完全冇接受任何產前檢查，本院將會收取港幣2萬元嘅附加費。如果主診醫生認為孕婦當時嘅情況唔適合喺仁安醫院分娩，例如不足月嘅早產，本院會轉介孕婦至醫管局轄下嘅醫院。喺以上情況下，而未能使用本院產科服務嘅孕婦，可以向本院申請退還按金。經核實申請後，本院將收取港幣1000元正嘅行政費，並退還餘下按金，即係港幣9000元正。上述嘅情況需要由主診醫生以書面嘅形式通知本院，並喺預產期後3個月內，由本人或委託其他人去到本院入院部提交以下嘅文件。如果孕婦喺懷孕36週前已經喺其他政府醫院分娩，除咗上述文件之外，需要另外提交出院撮要、分娩證明同埋相關收據嘅正本。以上文件經院方複印以及核對無誤之後，按金餘額將會喺1個月內以閣下繳付按金嘅方式退回。以上嘅資訊，閣下可以參閱即將會簽署嘅本地孕婦產科計劃條款及按金退還細則。如果有任何疑問，歡迎同我哋嘅診所職員聯絡。謹代表仁安醫院預祝你有一個愉快嘅產程。